每一日朝早，當你匆匆忙忙行一條街道，趕住去逼條鐵或者搭巴士返工嘅時候，係咪都會順路入去街角嗰間麵包鋪？是，但買個麵包當早餐，地鐵站入邊、條街兩邊，周圍都係麵包鋪，嗰股封牌嘅香味直情就係我哋生活入邊最親密嘅守護。不過今日我要同大家掏心掏肺啖講一件事，呢個絕對唔係喺度危言聳聽，而係真真切切發生喺我哋身邊嘅飲食陷阱。就喺前幾日，我約咗一個識咗20多年嘅麵包鋪主管師傅，佢同我爆出咗一個關於麵包行業天大嘅秘密。原來我哋每日習以為常食落肚嘅嘢，竟然藏住咁多不為人知嘅貓耨。佢話而家市面上擺到漂漂亮亮，聞落香氣撲鼻，食落柔軟拉絲嘅好多麵包，根本就唔係傳統意義上嘅糧食，全靠各種現代科技手段調配出嚟嘅假貨。最令人心驚肉跳嘅係佢哋呢啲喺後廚入面天天同麵粉打交道嘅內部員工，彼此之間都心知肚明，嗰啲花里胡哨嘅麵包，佢哋自己係絕對唔會掂嘅，更唔好話帶翻屋企俾老婆仔女食啦。師傅第一個點名批評嘅就係大家每日早餐最常買，亦係各間超市同麵包鋪入面銷量最好嘅袋裝切片吐司方包。朝早攞出嚟搽少少果醬或者夾個煎蛋，極之方便。但係你認真回想一下，嗰啲裝喺膠袋入面嘅方包，係咪擺喺餐台上面擺咗3、4日，甚至係擺咗一個幾星期，拿出嚟用手一捏，依然係軟綿綿嘅，排軟到好似一嚿大海綿蛋，完全唔會發硬變乾，好似永遠都保持住啱啱出爐嗰時嘅嗰種完美狀態。師傅苦笑淡話：我知。如果係用正常麵粉、雞蛋同真正嘅動物牛油做出嚟嘅純天然麵包，根本不可能做到呢個地步。天然嘅麵包接觸空氣之後，水分會自然流失，最多到咗第二日，表皮就會開始發乾、變硬、跌渣，口感大打折扣。淡樣嗰啲能夠長期保持柔軟嘅吐司係點樣做到嘅呢？其實全靠入面嘅麵團改良劑、蓬鬆劑同化學保濕劑。呢啲嘢加入去，目的只有一個，就係為咗無限期淡，延長麵包嘅保質期同嗰種虛假嘅柔軟口感。如果長年累月淡將呢啲科技方包當飯食，絕對會加重我哋肝臟同腎臟嘅代謝負擔，尤其係嗰啲腸胃功能仲未完全發育成熟嘅細路仔，以及消化能力已經慢慢衰退嘅老人家。食咗呢種充滿咗改良劑嘅吐司，經常會覺得肚脹、唔消化，甚至唔知定想反酸。第二種令人防不勝防嘅麵包，嗰個就係成條街都飄住香味嘅忌廉麵包，或者而家好流行嘅爆漿麵包。買返屋企撕開一睇，入面嘅忌廉又白又滑，食落口甜到漏，哪怕擺喺常溫下大半日都唔會融化變質。有時食完你會覺得條韌或者口腔頂住一層糊住嘅油脂感，點樣吞都吞唔乾淨。市面上90%以上嘅呢種忌廉爆漿麵包，入邊用嘅根本就唔係天然嘅動物黃油，全都係人工合成嘅植物忌廉，亦即係我哋常講嘅人造反式脂肪。因為真正嘅天然動物忌廉成本實在係太高啦，而且稍微遇熱就會融化，保質期極短，根本唔適合長期擺喺貨架上面賣。商家為咗賺錢，為咗控制成本，大量使用廉價嘅人造忌廉，再加入各種香精同甜味劑，夾硬調配出嗰種誘人嘅香味。最可怕嘅地方係呢種人造嘅廉價脂肪，食落肚，我哋嘅身體係極之難代謝走嘅。長期食用呢啲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嘅忌廉麵包，會等我哋嘅血管慢慢被油脂塞住，引起血脂升高，極大地增加患上心腦血管疾病嘅風險。對於中老年人嚟講，呢個簡直就係隱藏喺甜蜜外衣下嘅毒藥。第三種吸引眼球嘅陷阱，嗰個就係各種水果麵包。而家嘅麵包鋪玻璃櫥櫃入邊，總會擺住幾款顏色特別鮮豔誘人嘅麵包，上面點綴住多士、芒果、藍莓，或者切開之後，入邊流出5顏6色嘅水果夾心。有啲水果表面仲搽住一層令晶晶全明黏糊嘅透明膠狀物。好多人，尤其係年輕嘅女仔，覺得食水果麵包比食普通嘅肉鬆包或者牛油包要健康得多，
以為入面有新鮮水果能補充維他命。事實上，真正嘅新鮮水果佔一局，唔單止顏色會變到灰暗藍海，仲會大量出水，把麵團浸到軟塌塌，根本冇法成形，而且好快就會腐爛變質。所以市面上你見到嘅絕大多數水果麵包入邊嘅水果成分微乎其微，有嘅甚至一點真水果都冇，全部係用廉價嘅水果果醬、香精、色素同埋大量嘅糖漿勾兌出嚟嘅。表面嗰一層發令嘅嘢，全都係糖膠。你以為你食落去嘅係含有果酸和維他命嘅健康多士卷，實際上你食入去嘅只係一團加咗多士味香精和紅色素嘅甜味黏土。呢種水果麵包嘅含糖量高到嚇人，食得多唔單止會令人迅速發放，仲會令血糖飆升。除咗上面呢3種，一定要小心嗰啲食起嚟口感特別酥脆跌渣嘅麵包，好似好多人最愛食嘅起酥麵包、牛角包、手撕包，或者係香港人茶餐廳入邊最經典嘅菠蘿包。呢類麵包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就係外表睇落層次分明，做工極之精緻，咬上一口滿嘴留香，酥脆嘅麵皮喺嘴裏面化開，渣跌到滿台都係。食完之後，手指同嘴唇上全係油。嗰種豐富嘅口感確實讓人欲罷不能，但係你要知道，想要做出呢種層層起酥嘅完美效果，正常情況下需要消耗極之龐大嘅天然黃油。天然黃油嘅成本，大家去超市睇一眼價格標籤就知啦，咁細嚿就要幾十蚊。普通嘅街邊麵包鋪如果全用真黃油，唔單止賣唔上價，仲要賠本。咁商家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呢？答案就係使用起酥油。起酥油係一種經過氫化處理嘅植物油，佢嘅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含量高到嚇人。師傅用咗4個字嚟形容呢種酥皮麵包，那就係熱量炸彈。食下咁一個香噴噴嘅起酥麵包，你攝入嘅油脂和反式脂肪可能相當於你正常食2-3日嘅量，佢喺你嘅身體裏邊堆積成厚厚嘅脂肪，等你嘅腰圍越嚟越粗，等你嘅血液變得越嚟越黏稠。師傅仲推薦咗幾種健康嘅麵包。師傅推薦嘅第一種安全選擇就係真正嘅新鮮全麥麵包。大家注意，呢度講嘅係真正嘅全麥，唔係嗰種用普通白麵粉加少少焦糖色染成黑色，再撒幾粒燕麥就冒充全麥嘅假貨。而家好多店入邊嘅全麥麵包食起嚟比海綿仲軟，咁就係騙人嘅。真正嘅好全麥麵包，你去睇佢嘅包裝配料表。排在第一位嘅必須係全麥粉，絕對不能係小麥粉或者高筋麵粉。而且真正嘅全麥麵包摸起嚟表面是非常粗糙嘅，甚至能夠看到麥麩嘅粒粒。食進嘴裏有一種獨特嘅麥香，口感相對會比較紮實，有啲跌渣，有啲夠勁，絕對唔會係嗰種軟趴趴嘅虛假鬆軟。因為佢入邊冇加咁多亂七八糟嘅麵包改良劑，保留咗小麥最原始嘅粗糙感，呢個先至穀物天然烘焙出嚟應有嘅正常狀態。雖然食起嚟可能冇咁甜軟，但係佢嘅膳食纖維極之豐富，飽腹感強，對腸胃蠕動特別有益處。呢個先至係懂行人食嘅健康麵包。第二種值得購買嘅就係嗰啲配料表乾淨到極點嘅硬派麵包，好似法包、大列巴或者最基礎嘅無糖白麵包。如果一個麵包嘅配料表入邊只有麵粉、水、鹽同酵母呢4樣嘢，冇香精、冇色素、冇亂七八糟睇唔明嘅化學名詞，咁就說明呢個麵包係純粹嘅。配料表越短，麵包就越安全。當然，呢種不加防腐劑同保濕劑嘅麵包，冇任何糖分和油脂潤滑。唯一嘅缺點就係保質期特別短，買返屋企暴露喺空氣中，好快就會變硬，硬到好似石頭一樣。但師傅話呢個恰恰係安全嘅證明，所以各位街坊朋友，以後去買早餐嘅時候，千祈唔好再俾嗰啲擺咗去顯眼位置、花花綠綠、香氣撲鼻嘅麵包迷惑咗。買嘢之前多留一個心眼，翻到背面睇下嗰個密密麻麻嘅配料表。健康唔係一朝一夕嘅事，而係藏在我哋每日嘅一口飯、一塊麵包裏。希望大家都能夠擦亮眼睛，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把好關。